掃描呢個 QR code 之後呢，佢就會彈個頁面出嚟啦，就俾你自拍。如果你好似我咁樣有興趣加入唐代嘅人馬隊伍，撳上載之後呢，你嘅頭像呢就會喺呢個展場嘅投影牆上邊展出噶啦，非常之多互動嘅展區啊！好似呢度咁有印仔級，咁呢一啲呢就係唐代嘅流行妝容。呢一區亦都好得意喎，介紹中土樂器。咁喺畫面上嘅公仔呢，咁就演奏緊唔同嘅樂器啦。為咗令你更加認識佢嘅聲音啦，咁喺地下啦，譬如好似呢度咁啦，當你踩上去之後呢，個爭聲呢就會比較大聲嘅。譬如你鍾意跳舞嘅，咁就可以跟住啲公仔一齊跳舞。呢度有個壓花印，同埋出自唐代詩句嘅印仔，真係好靚，show 俾大家睇。喺呢個長安萬象陝西隋唐文明展裏邊呢，會展出165件嘅隋唐時代藏品。我就最鍾意呢一件啦，12生肖，惟肖惟妙。鏡頭一轉嚟到文物探知館，咁啱經過佢就話有活動，點知原來入嚟就係猜泥膠製成品出嚟啦！我的小恐龍同埋其他恐龍合影先。我主要嚟嘅目的係吸印仔。文物探知館喺5月1日至3日呢都整一個限定嘅印仔，畀人吸一日就會換新嘅印仔噶啦。最後去埋成品級小王子，今日集印之旅就結束啦，下條片見。